立家财，随子父兵兄扫气，今晚斩草与子根，我可想半天。按住派生搬走挂金，要来加害人。是啊，姑爷，早被我一炮打死了。来了，你说什么？被我一炮打死了。哎呀，这！哎呀，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三小姐，来了，你走进美落眼睛，裤子上是他们装神弄鬼，怎么反要我去偿命？这找他们见官评理。姑爷啊，这你兄嫂早已买通官府，这人没当事，你问生是罪也说不清啊！这，为今之计，只有远走高飞，灵媒深入，令姑爷问他无脸，他是必有撤退之策。这，对，大巴萨大哥。来了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是啊，三娘，你为愿在身，我怎能远走他乡？这
叫一声自愿郎，我你来上旁，来青山翠，无愁在上。好马奔里来来张，宽空风来快地高，中山一笔千里远山崖雾，世间事关一门贪你言归藏。好三娘我是春风暖心鸟，记起我往儿傲气从军校，也能过一场。自当本地见训老，三娘，三娘，真要不曾三娘，山高路远永不相好，山高路远永不相姑爷，相公我夫人来了，你快追啊！哎呀，姑爷，你快追啊！你姑爷，你还是快追吧，追吧！你快追吧。三娘，快追啊！姑爷，三娘。追吧啊！三小姐，快追吧啊！快追吧！也
金，吓死了！不，死的不是李子元，是夫人屋里那个寡哎金。呀，娘子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他逃不了，杀人毙命也是死路一条，快去报官去呐！好。慢！为去告诉你三妹，李子元杀人劫道，官府正在劫拿，叫他领着夫婿改嫁出门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何必这么急嘛？那吕子元杀人劫道，定是死定了。到那日啊，娘子越不好欺负噻。那要一长就长，要一短就短。他竟然玩过来抢家产，做梦！哎呀，娘子啊，你现在必须改嫁，我可……哎呀，我三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我的脾气嘛，你也是知道的，铁板钉的，谁也不好。我只有这个妹妹啊，用我慢慢劝说于她。娘子，有什么好劝的？父母不在，兄长为他，我也是为他。要是他人事不从呢？那也可以呀，告诉他，养条女要耕田，养着狗要看门，养个神嘛。怎么样啊？总不能晚来正亏，夜来顺水。见我他下虚路上太猛些水，进谋王。哎呀！
这是怎么了？老爸，我发烧太痛，只怕是要……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哎呀，三小姐，你不要惊慌，我这就去叫相公夫人啊！哎，老爸，哎呦，哥哥，嫂嫂，哎呦，哎呦，相公夫人，你们快呀！啊！哎呦，娘子担心！快一点！等上去啊！女人生小孩，要你个孤老辈子就得上，叫我追开！娘子说的对。哎呀，追开！娘子听。但是你也叫我追开，才往血光冲天，不得进去。走开！哎呀，只有你在哪里呀？像你那个穷鬼！哎呦，这是谁？我只有你看我嘞，上！哎呀！
万千悲，我心虽长离，心虽暖海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，还是个暖宝贝。哎，娘子啊，我们没有孩子，抱回去刚刚好，传宗接代哈。做你的梦。公公这个写得明明白白，三娘生脑海，家产对不开。哎，哎呀，娘子死不得，娘子死不得。
三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，三小姐？爸爸，我的孩子。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哎呀，怎么会生是谁？你兄嫂心狠手辣，曾为夺他家产，趁你昏迷之时，将这孩子抱出木房，扔进了鱼塘啊！是我恶力跟踪，在鱼塘中救起这苦命的孩子。爸爸，是你救了我们母子两条性命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不忘。三小姐死不得。凶手就有此心，害儿性命难保。爸爸，这个时候是好。看来这个家是用不得这个孩子了，只有将这孩子远送资源父业，方能保得小儿平安。我子累了，尽在何方？哦，听说去滨州投军了。在滨州哪怕是海角天涯，我也要去千里行步。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你长吁虚弱，怎能原因啊？大爸，三小姐，好人最难，忠臣帮忙，千里送子承当。小姐呀，好事终有撤退之日，你要要紧。恩章。
汉兵倒在辕门外，需要日求见。快护他进来。哎呀，大爸，姑爷，大爸，姑爷，来，大爸，你怎会到此啊？哎呀，姑爷呀！1月来，千里奔赴到临水，历尽了人间冷暖，一路乞讨到地方，饥渴生亡险些儿倒闭在路旁，今日得见绵绵老也是也无妨。爸爸，姑爷，我总算将你的亲生儿子送到了。他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哎呀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啊！哎，三娘呢？哦，姑爷啊，三小姐他怎样？他在家。来呀，将大爸抬了下去，好生走。为什么想好婴儿离娘身？谢谢邀请，以后才
相快启程。夫妻相会见你云。嘿，马！将军，小姐她有要日求见。快有去！是，小姐，请。叶小姐亲临军营，提有要事商议。将军，自问骑兵未分，元帅一兵团军所为。请将军即刻出兵迎军，喊你讨马自刎。小风开令。嗨！军营之中何来意外的？这是末将之事，高东家乡送来。这孩子面黄肌瘦，莫非有病？将军夫人你，还在偏院家中。那就该把夫人接来抚养孩子，伺候将军。多谢叶小姐，待末将出征归来，再见累卷。哎呀，为父军令在身，顾不得你了。将军，此番出征必有恶转。你是信得过我，把孩子留下，与我替将军招控。不，小心了千金之躯，怎敢犯老岳小姐？将军，小姐她言之有理，断当厮杀，孩儿生死难保啊！小钟，你速去北院接夫人前来。将军，你先书信一封，让小钟带上。好，小钟，路上要多加小心，务必照顾好夫人。请与小姐放心，将军，我将告辞。请。叶小姐。叶小姐，将军，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请将军提枪上马，点兵启程。是。将军，此番出征，你要报仇。叶小姐恩情，末将莫此不怕。新奶奶，奶奶亲。这就好。等遭老官人的花轿一到，就三娘往轿里一伸，举办是大捷。娘子啊！哎，新娘郎家产到手，也是用不完。奶奶，你看。快拿千里迎来一道李家春。请问大哥，这可是李家春？真是李家春啊！可有一位夫人名叫李三娘？李三娘娘子请，娘子请。你找他何事嘛？我奉刘知远刘大将军之命，接夫人前往滨水团去。
府，我正在擒拿于他。无杀！刘将军屡立战功，万岁已封他为平叛大将军。将军，哎呀，不问将军是，我就是李三娘的同胞兄长李洪兴。哦，这次上来就让大哥去带我见将军夫人。好。哎呀，金爷呀，哎呀，不巧了，你来迟了。三娘她已经改嫁李香了。好，改嫁了。君爷呀，因为李吕将军在莫要挂的心，他见起李三娘已改嫁陶官城。陶官城，他是何方人子，家在哪里？4个字报上，言中实不齐。今日到姑苏，明早到绍兴。八月中秋节，才还不动营。东营，哼，好一个李三娘！君也，李三娘明面包子家财神啊，早把那雷大将军，那官军哎呀放官军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哎，后来我这封信也只好带回去将军了。慢！君爷呀，这封信嘛，与我托人接他送去，让他明白当年的旧坏，如今当上了将军，遇到是挖屁与翻身者，做人不要太失礼。大嫂说的对，只求拜托大哥大嫂告问人。哎呦，好险哦！哎，想不到吕子元也当上了大将军，嘿嘿，真是挖偏也与翻身人，做人啊不好踏实。李，刚才呀，要不是我机灵，你我就要踏下领头。娘子，嘘，三妹来了。哦，叫了妹妹，讲不着官人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三妹呀，哎呀，三妹呀，天快黑了，哎呀，你怎么还在挑水呀？来，哎呀，快进去歇一歇吧。哦哟，你做呀做呀做什么？来，我来。啊，三妹，来，快坐下歇歇吧。好好歇一歇。来，东湖冲哄。哎呀，暖暖身子。三妹呀，遇见事说出来嘛，你可不要伤心哦。三妹呀，听这个日子光环春，这是愿他乡一人魂。难怪他一句无为应，原来是个见异思亲、忘恩负义的懒，哎呀懒小人。三妹呀，说有说报，我要报。官府正在擒拿于他，看他能逃到哪里去？哎呀，三妹，哎呀，三妹啊，好好听嫂嫂声。三妹呀，你不要急。哎呀，不
要去嘛，世上的好男人啊，有的是。我们三妹生有一位自保客上曹官城，爱慕三妹一句，差生送来金银财宝、五彩路径、飞车玛瑙，高丽生生。我家就要快到城口了，今朝啊就接侬去做贵夫人。三妹呀，机不可失，时不等来，快去晚上叙叙旧，立即送你拜堂成亲。哎呀，三妹啊，遇到是人生在世，缺少而已，万有什么躲不开的，快穿上相夫妻。穿上。你那丈夫已经变心，你那儿子已经失踪。三妹，你不要进军不前，切不去。老子长兄为母，长嫂为母。这桩婚事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今天啊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嫁你们。你们是要将我兵，也可以与他两条命。什么余当不余当的，你要给我说清楚。哎呦，哦，弟子去，弟子。你子无罪！哎呦，你们与我在一起！哎呀，三妹啊！哎呀，三妹啊！哎呦，哎呦！莫非他知道哎？嘘！不要生气，丞相，你去那把花剑，再去那把铁手，切掉他的头发，踏掉他的血液，送上木王们，令他把铁剑水挽上木门，一天三顿，不凉不能少。哎呀，娘子啊！你不该讲，就不见你挽钱，不见你随汉，看你能支撑到什么时候？对，不对，对。困住他，关住他，顶住他！千金什么？走的我外我把面，
我
原来是官家为了血。不要怕。喂，这位夫人，快把把图像往我家将军。在玉途中了礼节，十分苦力。哎，告诉你吧，我们将军为了娘娘一子，虽立无期不图，正要代为父子。娘娘一子与奴家无关。你这位夫人好不讲理呀！万金翁，哎，万金翁，哎，谁的龙嘛？父上随进了。话未出口，泪流心上，16年苦难，点点滴滴在心上。
16年了，那一年呐，丈夫中军，我谁苦谁难，在母房来预言，生下娇儿，要断脐带，取名姚吉郎。看我那恶兄嫂为的家产，竟将娇儿抛身于他。相聚，并罪送子，一去千里，音信渺茫。我三也是夜夜想。等了一生6年了，36年来，娘想孩儿，不知孩儿是非把亲娘遗放。在山上的巴托为我出尽生计，是念我那13的孩儿要紧了，要紧郎啊，要紧郎，不知你是今泪落在后方啊！艰苦，凌晨船上，面对长苦凌晨，怒挽胸膛。
军，你不要这样说话哈。想我丈夫秉性善良，此去不归，给予种种原因。小芳，这夫人好生善良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于她。夫人，我请你少请回去，到军中西家查找，不知你丈夫姓甚名谁？姓雷，名子远。什么？雷子远？怎么是我父帅的名讳？小将军，你年羹多少？我136岁。夫人，我可不是你那个没有良心的小畜生。小将军，你不要说骂于他，这种不孝之人，不要再骂他几句，就是瞪他一顿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小将军，你无情他。小将军，夫人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。再说，我也不叫姚继郎，我叫雷成宇。哎，你为西行吗？这句好，请你宣书一封，我与你带往并州军营。快点往他释放红船马上。小王，快拿夫人面往几岁，衣衫褴褛，我身便皮带银两。余人要同一门是父帅的，我的父生之德，你所取成与夫人也好万幸一生，所取所为是。将军。
老爷，你已在4年要见娘了。哦，不，老爷自信，妾身了如26年了。啊，夫人。不过老爷今天应当高兴才是。啊，这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真很忘记，13年前的今日是你我奉旨成婚之日。哎呀，既然记得，那就该在这大喜之日高兴才是啊！哎，我刘子远有今日，多亏你夫人照顾得周啊！老爷，公子随令为夫。哦，我儿回来弟弟母亲。哎呀，阿了，我儿一动脑袋，哎呦，船都碎了。来，儿啊，为了不到日天，怎么就回来了？可曾扑得无计把图啊？把图引路，儿到了沛原李家村。哦，那不是老爷的家乡了吗？是啊，哎，怎么走得那么远啊？在那京北边，见一妇人风雪淡水，十分可怜。哦，淡水种地本是暖身的事情，她丈夫到哪里去了？她与儿子吗？丈夫从军一去无为营，儿子送往并非人，已经整整16年了。真是奇遇此理！不知那个父亲父你的丈夫姓甚名谁？她丈夫姓吕，也姓吕，吕什么？孩儿不管事。你这官司，你父帅最恨那些忘恩负义之徒，定要查明他的底细，即便是个当官的，也要严惩不赔。老爷，你说你严惩不贷，严惩不贷。儿啦，你这管大胆的讲。母亲，她丈夫叫吕子远。哎呀，这世上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呢，老爷。夫人，想必我儿挺是我了，你去准备一些点心吧。儿啦，为娘叫你准备点心去了，你与父帅细细拿来。儿啦，那夫人外射了些什么？弟弟，16年前某帮参下一次，被凶手抛进鱼塘。那孩儿死了没有？被别大不举起，千里迢迢送到病罪，那孩子这样取名姚金郎。要去了。可怜那夫人13岁也爱慕4年娇儿，盼望丈夫。那夫人可真该讲，李真该讲，何以为真？请不送信在此。年老有
弟弟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你就是16年前的姚金郎。血娃被你母亲听见。不，她不是我亲生母亲，我不是她亲生儿子。只有你。不，我不叫陈玉，只有你。不叫姚姬，只有不叫姚姬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来，夫人，只有你伤了你母亲的心啊！你们传的是金宝虚影，竟是山珍海味。可是我的亲生母亲，你们知道吗？暴风刺骨，冰天雪地，他碰得洗澡一身破衣，不哭伶仃，不靠不依，太多江水走马。等了你弟弟16年啊，16年啊！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瞒我？我娘亲谁哭谁血，我母子关键分离，你们的良心在哪里？
有话当年，我心事到家。我老来伤口，我本想起你娘面会草，才知道李红心黄包家摘下了
16年盼君，苦等待16年4儿不归，我抚养娇儿虽辛苦，怎比他16年风霜雪中美，金山玉江不见他来天人中美，将心比。
是去捉那张翠如和李一红去。三娘，你是谁？我是志远，见你来了。志远，你是谁？我是志远，见你来了。来了，三娘，真是来了，进屋来了。我也不是当年的三娘，你快走吧。我也不是当年的三娘，你快走吧。别郎用意接郎难，方断怪我也碎。三娘，我对不起你呀，哎，苦了你整整16年啊！三娘，你可记得我们当年寡缘分别的情景吗？历历在目，怎能忘记？你上山高路远，有福相盼。三娘，我回来了，我来接你来了。来了，三娘，来了，三娘，你快进来，三娘，快进来呀！来这了，门上有锁啊！再说吧，你锁了我整整16年了，难道还要守住你的双腿不成吗？三娘，
你谁哭了？丽娜，你的胡子都那么长了。三娘，你都已经有8番了。丽娜，三娘。蕾拉，我们的儿子要紧呐！我们的儿子要紧呐！他去做那长春路和平通信，即刻就到。啊！哦，好。哎呀，这里没如意呀！老娘啊，真正三老娘啊！三娘，今天我也要尝一尝这木本的味道。我曾派人要接你去秉政，可恨那李洪信说你已经改嫁，音信全无啊！是他们苦苦逼我改嫁，外甥女方安慰你早已抛弃再娶。三娘，我不信知父母时期当初临别之时，你曾说过山高路远，永不相抛。三娘，我不是也气呀！不，蕾拉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夫君驯马生涯，出生入死，你谁的苦早的来，原生为妻，宝贝。三娘，只有我们再去追，带着我们的儿子要紧，离开这磨坊，离开这心酸之地。三娘，我。来了，你好像有话要说。实不相瞒，13年前，我与凤子成婚了。来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已娶元帅之女，有事我请。来了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三娘，三娘，
多少多余尘。
疏离恨，生生世道他无月要进神龙坟，为夫妻你做姐姐，他做妹，看三娘不管呀呗，做夫人啊。请元帅为父。三娘，请元帅为父。三娘，请元帅为父。三娘。
经习惯了，你越是娘亲照顾，娘也就放心了。你快跟弟弟回去吧，你快回去吧，母亲。怎么又回事了？我明白了，母亲，这都是一场谎言造成的呀，母亲。结阳情，十指望。